是但啦，啱啱佢原來佢話唔食咪食啦，搞餐有得食就得個幾好，我請你哋食嘢啱唔啱啊？啱唔啱先？你話叫阿公要揾而家食飯，你食1200蚊嗰個8人餐就得，食1000蚊嗰個8人餐就得。呢啲係黑白相嚟。你睇下你個衰仔啊，成個面我要走你。小心啲食地上面都可以繼續揮舞。觀塘 ATM 商場為咗慶祝開業20年，1連2日舉行 AID 係科技大會，佢哋都大有來頭。買咩啊？我堂哥食㗎嘛。我費事佢整魚啊！好咯，整魚佢食魚，我唔喺企，我唔俾魚佢食㗎嘛。做咩啊？我影咗呢個黑白相啦。如果唔係打麻將啦，4個啦，都依家都夠鐘啦，7點半。我都用個黑白相影咗自己打關鬥啊！